来到嘉义区的延平社区，社区关怀据点为着要互长辈行出厝内，设计各款无同的课程，互长辈当增加人甲人的互动，同时嘛会当加活动身体。即摆用野花的课程，互长辈当体验对彩绘甲制作出成品的过程。今仔咱上的课程就是野花的课程，咱伫庄脚所在到处拢有看到野花啦、野草啦，咱利用咱手摕到的，咱的这大自然的花材，来甲伊做画，做成一幅画，像迄菩提树，咱甲经过伊的浸泡，用烂，咱用牙刷甲伊刷一刷，变成叶脉，叶脉制成伊的书签，咱书签咱会当放喺册里，看到倒去当甲影上者，所以咱的长辈，大家拢毋捌看过这，所做欢喜的，毋知影讲，咱的花，咱的草遮好用，会当甲做成遮尔水的一幅图。讲实在，咱的长辈，逐工来遮，拢快快乐乐来咱的祭典，每工就是身心灵，拢是满载而归啦。透过课程，互长辈会当增加人甲人的接触甲互动，嘛会当互因动脑，亲自来发挥创意，制作出逐个人拢无共款的野花作品。课程已经有，互这老师拢教过足侪项啊啦，像迄图样迄啥迄要表现大家种老师教。但是阮若无来遮，阮都毋捌做过这啦。少年时代都咧拍拼趁钱，食老都是即摆拄捌政府有办这啊，若无办这，阮要哪有这通做啊？嘛袂当团体来做伙来，逐个娱乐佚佗啊。欢喜啦吼，会当人做伙啊咧，足好个啦。你头一摆做这吗？嘿。你头一摆做这啊？有，真好势，真好，足好。社区内面的长辈对课程拢感到非常的趣味，嘛真欢喜社区会当安排遮样侪无同的课程内容，互因袂一直伫厝内无代志做，嘛袂无聊。台湾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